节目一开始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启动对顶关税。伫台湾时间今仔日中昼12点，这个政策就要开始实施。面对咱台股已经连续2天博甲青顺顺，国安基金提早召开临时会，决定要启动史上第9届的护盘。国安基金的伫上紧伫今仔日就要投入股市。美国总统川普的无意见，互投资人惊吓。美国股市反攻无力，收盘时阵，甲盘中起的拢总吐出来，道琼指数由红变乌，收盘时阵盘320点，三大指数拢盘。分析师警告讲，即马消息正乱，金融市场伫所落来几天，甚至是未来几点钟久，拢有正大的变化。And you saw it yesterday on a fake news post. Where they were going to, suspend tariffs, and the market absolutely flew. But the biggest problem with a lot of the sell-off that we've seen over the last 2 weeks is that there's been no clarity. 群龙台积电昨收伫咧816块，盘32块。面对台股连续2天崩盘，国安基金提前开临时会，启动史上第9遍护盘，上紧今仔日入场，同时也创台股指数上悬护盘纪录。因为吹切拍入半停的上市柜股票有1702支，吹背受到禁止伫咧平盘时阵放空的管制措施限制，吹背上市柜公司半停的家数缩减到770支。实施了以后，4月7号借券卖出的成交值是15亿元，所以已经较这个4月2号这个成交率有减少86%哦，所以我们看起来应该实施上是有一些成果显现。那今日我们的股市也有类似止跌的一个迹象。若是台湾，真侪国家即马拢传咧要甲川普协商。川普证实已经甲韩国代理总理韩德洙通电话，讨论关税等议题，有机会达成正真的协议。相比较中国强势反击，中美的谈判是无进展。So China has to call first. The Chinese want to make a deal, they just don't know how to do it, but the president will be implementing these 104% tariffs on China tonight. 美国扩大对中国的无意见，也造成国际油价收价，对全世界影响，即马暂时也唔知影当时会停。美国强调，对顶关税将会伫台湾时间4月初9中昼12点开始执行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